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天匯財經咩急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個6809瀾起科技呢個股票啦。以及咧點樣利用我哋天匯財經嘅功能，咁去發現瀾起科技嘅一啲近期嘅一個支持位、阻力位啦，同埋利用我哋嘅指標去發現一啲交易嘅一個機會。咁首先我哋可以睇翻一個資金盤路嘅功能啦，其實可以見到。成個資金盤路咧就顯示出，瀾起科技咧其實有兩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成交密集區嘅，分別係440幾蚊啦，以及呢一個嘅250蚊附近嘅一個位置，咁呢啲成交密集區咧就會形成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阻力或者叫做支撐，因為呢一個位置咧成交比較大，咁每當去到呢個位置咧都係會有人去做一啲嘅拋售啦，或者係叫做係一個嘅資產加倉咁樣嘅一個位置咁我哋可以睇翻個股價，其實你都明顯可以睇得出成個嘅一個瀾起科技啦，佢嘅股價咧亦都係會比較貼合呢一個嘅支撐位同埋阻力位嘅。我哋可以見到250蚊呢個位置咧，遇到咗一個阻力之後啦，喺度震盪咗一段時間，先至進行一個突破咁去到咗呢一個位置，升穿咗阻力位，跌翻落嚟之後啦，呢個位置一個密集區，其實咧都係形成咗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支撐嘅。喺呢度見到有一個明顯嘅一個反彈咁我哋利用埋我哋嘅一個短中共等指標，其實就可以發現得到呢個位置其實就有一個金叉嘅一個信號出現啦，跟住咧突破咗一個嘅阻力位隨後咧我哋去到呢一個位置出現咗一個嘅死叉嘅信號，短中共振快慢線咁亦都啦形成咗一個嘅調整，嚟到咗呢一個嘅成交密集區，我哋睇翻資金盤路可以見到嚟到咗成交密集區之後啦，係形成咗一定嘅支撐嘅作用，出現咗一個反彈咁所以咧點樣去利用我哋嘅一個資金盤路同埋我哋嘅一個指標去發現短期內嘅一啲支撐位、支持位同埋咧一啲交易嘅一個轉接位都可以幫助到大家。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